再来看南韩哦，做出亲像纸遐尼薄，阁会当拗的机器人，因为薄阁轻，所以变化是真济，买当应用伫真济无共款的环境，咱做伙来看卖。这张大约若平方公分大小的报纸，毋但会当做无拢色的摇动，也会当像七毛糖共款，将身体卷起来前进。伊毋是仿做啥物魔法，是南韩研发的一款会当拗的纸机器人。Everywhere of the material can be foldable, and then we implemented some algorithms and software interface to decode the user intent, which contains where to fold and how much to fold.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纸机器人由几件柔性组合物加嵌入式金属电阻器组成，顶面有308个真细项元件透过电阻器对特定区域加热，就会当改变现状，搁伫任何方向上产生凹痕。搁进一步输伫纸刷电筒，搁以包起来形式掠任何形状的物品。其实凹的功能并无稀奇，只不过今卖的凹的装置通常拢是卫生设定、模式固定、变化有限。这款纸机器人的特色是伫会当伫使用者发出指令的时，共步即时做出各种变化。But in case of our robots, we just redefine the position of the hinges as in real time, so we can just change the pattern of the hinges in the sheet and make a lot of various patterns. 研究人员指出，因为这款纸机器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强，未来有希望用伫太空探索加智慧医疗等领域协助人类解决困难的问题。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